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阿峰，歡迎加入我呢段影片。今集大灣區短線旅行團系列就會去到惠州嘅巽寮灣。正如之前一樣咧，我都會係揀深圳灣口岸出發嘅。由於今次深圳灣口岸咧係第一站，所以集合時間就會比較早啦，會係朝頭早嘅8點半。如果喺羅湖嗰邊集合時間就會晏1個鐘，9點半。今次搭嘅旅遊巴係電動車，所以就會比較舒服同埋靜嘅。或者講講今次旅行團嘅行程啦。今次嘅行程咧非常之簡單嘅，主要係喺服務式公寓嘅私家沙灘同埋周邊範圍活動。而食方面，午餐就會有巽寮漁家風味宴，夜晚就要自己搞掂啦。第日嘅早餐就會喺公寓嘅1樓餐廳食嘅，晏晝就會有鹽焗雞同埋蠔三食。接埋羅湖口岸嘅團友，旅程正式開始。等大家望住海，心情唔錯嘅時候，賣一賣廣告先。請幫忙讚好同埋分享呢段影片俾朋友。未訂閱嘅朋友，歡迎撳個訂閱掣訂閱我嘅頻道，多謝支持。經過咗大約2個鐘頭嘅車程，就嚟到巽寮灣。見到周邊都好多樓，但係就好似冇咩人住。聽到人所講啊，有啲係屬於服務式公寓，有啲就係業主買嚟度假嘅。而家就係淡季，所以就冇咩旅客。等多旅遊旺季嘅時候，大約5月度啦，服務式公寓咧就會有好多旅客，到時就會旺好多噶啦。睇翻表，而家都12點幾啦，相信大家都肚餓，食個晏再翻酒店。今日嘅餐廳叫做7號海鮮坊，環境普普通通咁啦。聽講今餐有8餸1湯喎，睇下有咩食先。除咗嗰兜好多沙嘅蜆湯之外，其他餸菜都正正常常。食飽就可以上返車，搭10分鐘左右就會到我哋今日入住嘅地方，叫做海上灣半榮享度假公寓啦。唔知係咪因為近海啊，所以好似望落都舊舊地。一齊入大堂睇睇啦，大堂都幾大喎，都幾似酒店嘅格局。等埋導遊辦理入住手續，攞埋房卡就可以上房噶啦。今晚晚餐咧係要自己安排嘅，所以呢個時間已經屬於自由活動。今次就安排咗住8樓，中中挺挺咁啦。由於呢個係服務式嘅公寓啊，所以團友未必係住喺同層或者隔離房嘅。但唯一一樣一定相同嘅就係全部都會係海景房，亦都係呢個團嘅賣點。等我做個簡單嘅 room tour 啦。一入門口左手邊就一個類似開放式嘅廚房，其實都幾屋企下。有個星盤、杯同埋2支免費嘅樽裝水。另一邊仲有個熱水煲，對落個櫃呢就有一個雪櫃。不過細心啲睇，我相信大家都唔會用呢個熱水煲，佢都幾舊同埋污糟。過少少就係洗手間同埋沖涼嘅地方，空間就唔算好大，有提供浴巾、牙刷同埋梳，另外有一次性嘅面巾，濕水就用得噶啦，不過都幾薄下，有需要嘅呢就可以自備。另外牆上高有風筒，沖涼嘅地方呢係企缸。有洗頭水同埋沐浴露，每一次都係噶啦，我都會試一試花灑嘅水力同埋熱水得唔得？呢度都唔錯嘅。行返出廳就有個大衣櫃，一揭開，衣架同埋個櫃裏邊呢都有發毛嘅狀況，相信都唔會掛衫入去啦。輪到最重要嘅地方就係瞓覺嘅地方，被單同埋枕頭呢都 OK 嘅，床單就麻麻啦，衛生一般。其他設施例如電視機同埋台咧都有嘅。最重要，當然要出去露台欣賞下呢間房嘅賣點，就係眼前呢個海景啦。雖然今日咧就唔算好陽光，但係望到呢個景咧，我自己覺得就唔錯，有啲海風吹埋嚟，感覺都幾舒服。
冇理由齋企喺度睇海景嘅。大家亦都可以選擇利用露台放置嘅泡池，一邊浸浴一邊欣賞海景，咁就夠晒嘆同埋放鬆啦。當然嚟之前要準備旅行用嘅浴缸套或者一次性嘅泡澡袋，就比較乾淨。而家時間都仲係好早，冇理由咁嘥屈喺間房噶嘛，梗係落下樓下公寓範圍兜下啦。前面呢個就係公寓範圍嘅泳池，由於而家仲係3月，都仲涼涼地嘅，所以泳池係未開嘅。不過睇網上資料顯示，泳池要額外收費。另外，大家可能會關心附近究竟有冇便利店呢？答案係有嘅。大堂附近係一間美宜街，夜晚想買少少嘢食啊、嘢飲都唔使行出去。但價格方面就會比出邊鋪頭貴少少啦。沿住呢條路一直行，就會去到私人沙灘薄金沙灘。巽寮灣係其中一個地方有中國馬爾代夫之稱嘅，有得呢個稱號，相信都唔錯。由酒店大堂行去沙灘都唔需要10分鐘，相當之近。而家就係淡季，所以沙灘都比較少人，加上啲水都凍，都冇咩人落水噶啦。大多數都係行下沙灘。而小朋友就喺沙灘度玩沙，而呢度啲沙都屬於幼細嗰隻。唔信，拿一紮俾你睇下啦。冇比較真係唔會知啊！由沙灘望翻上去公寓，原來今次入住房間嘅左向已經係3座之中景觀最優質噶啦。附近仲有另一個景點就係情人橋，同大家聽住海浪聲一齊行過去。前邊呢條就係情人橋啦，橋就唔算好長，夜晚條橋會着燈嘅，着咗燈睇落就會靚啲。據說情侶拖住手過橋，雙方就能長長久久啦。過咗橋之後就會見到一條巽寮嘅漁業村，呢度係一個當地以漁業為主嘅傳統村落。由於附近嘅旅遊業興旺所以帶動到居民嘅收入，改善住屋環境，所以好少見到舊嘅建築，多以平房為主。出返村口向右手邊行到嚟一條叫做巽寮漁業村嘅商業街，望入去都幾多鋪頭同埋食肆喎，入去兜下先，順便睇下今晚晚餐食邊間餐廳好。因為今晚晚餐係冇包嘅，係要自己安排。如果唔想自己揾餐廳或者唔知食邊間好唔使擔心。今次導遊都有推介一間餐廳俾團友，有興趣嘅朋友喺指定時間大堂集合，跟導遊過去就 OK 噶啦。餐廳都係喺漁業村附近嘅啫。近海嘅地方通常都有好多海味乾貨嘅鋪頭，呢度都唔例外。有興趣嘅朋友不妨行過嚟睇下有冇嘢啱啦。另外都有唔少民生嘅鋪頭，例如藥房、超市，可以買下啲零食啊、嘢飲返公寓。由於突然間落大雨嘅關係返公寓先啦，等食晚飯嘅時候再出嚟。但到6點先叫做雨細返少少，最後喺美團揀咗一間叫海源海鮮飯店。呢間餐廳就喺附近嘅啫，5分鐘到就到噶啦。餐廳夠晒光猛，周圍都會幾乾淨。我今次都係透過美團買團購券嘅，2至3人餐164蚊人民幣。可揀選嘅海鮮都有幾款，例如海蝦、鮑魚、瀨尿蝦、扇貝、蠔仔煎蛋等等，總共6樣嘢加1個炒飯。炒蜆嘅味道都唔錯，食落冇沙，蜆肉以呢個價錢嚟講都唔算太細隻噶啦。鮑魚嘅彈牙程度一般，蒜蓉味都 OK 嘅。我對小龍蝦本身就麻麻地噶啦，食落肉質就唔算好彈，一般般咁啦。
蠔仔煎蛋啲鹽呢就執埋咗一邊，所以有啲淡有啲鹹，加上蠔有少少腥，我就覺得普普通通。炒飯方面就見到飯粒分明，都炒得唔錯，幾好食。之前喺食晏嘅地方幫襯啲攤檔仔買小型煙花，趁住而家冇落雨，即刻落去沙灘玩埋啦。今次只係買咗啲輕騎嘢，就係龍吐珠同埋仙女棒。如果大家過到嚟玩下煙花都唔錯。放完煙花之後，翻返過去情人橋影一影俾大家睇啦。夜晚嘅情人橋，大家會唔會又覺得比日頭嘅靚呢？時間都尚早，等我過埋去天后宮嗰邊行下。天后宮呢邊都有唔少嘅手信或者海味乾貨店。如果晏晝睇過順寮灣漁業村商業街嗰邊嘅海味乾貨唔係好啱呢，呢度都提供咗多一個選擇嘅。呢條街都仲有好多食肆同埋茶飲店嘅，例如呢間就有廣式腸粉食，黃色招牌呢就係蘭州牛肉拉麵，有大家熟悉嘅瑞幸咖啡啦，隔離一間叫做重慶小麵嘅，食私房牛肉麵同埋手工酸辣粉。而對面街就有幾間大排檔食小炒嘅，有美宜街便利店啦，熟悉嘅蜜雪冰城，同埋過少少呢有一間叫古茗嘅茶飲店，都其實好多選擇嘅。係時候慢慢行返去公寓啦，因為嗌咗隻宵夜雞返去等食。去咗幾次旅行呢都冇嗌宵夜雞嘅，今次就係第一次嗌。人民幣98蚊一隻，打開嗰陣時呢，隻雞真係好熱啊，要攤一陣先食得。雞嘅 size 都大隻喎，汁就鹹咗少少，肉質方面都滑，但係隻雞呢都有做開運動嘅。最後同大家欣賞下夜晚由房望出去嘅風景。嚟到第二日啦，今日嘅天氣咧非常之好，好陽光。今日嘅早餐就會喺公寓1樓一間餐廳食嘅，用餐時間就由朝頭早7點半至9點半。今次我就晏咗少少過去啊，而家時間已經係8點半。首先戴翻個頭盔先，餐廳之後係有加翻部分食物。講完補充之後，繼續講下呢一餐啦。食物種類就唔算太多，有剛才影到嘅炒麵、炒菜、烚番薯，另外仲有豆漿、白粥，隔離呢個就係皮蛋粥嚟嘅，仲有饅頭同埋包。食物嘅味道就見仁見智啦，但係最大問題就係衞生問題。首先一入到餐廳就見到尋晚食客食剩嘅食物仲喺台面，冇人執過，放咗成晚，感覺都幾差。最後食咗少少我都走啦。順寮灣另一個參觀嘅地方呢，就係天后宮，距離公寓大約10至15分鐘左右。據網上資料顯示，天后宮係祭拜海上女神天后聖母媽祖嘅場所。本身嘅天后宮呢，就係起喺明朝，而家見到嘅天后宮就係原址上高重建嘅。天后宮背面就係一個順寮媽祖文化館，但望入去場地就裝修緊，而外牆呢就有講述媽祖傳奇同埋事。
冇錯，又係手信店同埋海味乾貨店。因為巽寮灣呢其實係一個旅遊區嚟嘅，所以都比較多呢一類嘅鋪頭。呢一間鋪頭呢望落規模就大少少，所以貨物種類都比較多，有各式嘅鹹魚或者梅菜心等等嘅。行開呢邊呢都可以行下呢一間。再行入啲就係一個好靚嘅影相位，以舊建築作為背景，影出嚟嘅相應該都唔錯。影完相就冇咩好行噶啦，因為得一兩間鋪頭開，其他鋪頭呢都係吉嘅。睇翻時間都夠鐘返去公寓度 check out 啦。今次 check out 嘅時間係中午12點。下一站就會去食午餐，有鐵涌蠔三食同埋古法鹽焗雞。車程大約5至10分鐘就嚟到今日食飯嘅地方，叫做龍昌酒家。今餐嘅食物質素同第一日嘅午餐簡直兩回事啊！鹽焗雞、蒜蓉蒸蠔同埋鐵板薑蔥蠔都好好食，其他餸菜都唔錯。食完飯之後就嚟到最後一個景點啦。呢度除咗有靚沙灘之外，仲有一個玫瑰禮堂同埋一間咖啡室，都值得參觀同埋影相。沙灘放置咗千秋同埋七彩嘅鐵架，為大家增添咗影出嚟嘅相嘅色彩同埋構圖。而行遠少少，前面呢一個小型燈塔啊，都好多人過嚟影相打卡嘅。除咗行沙灘影相之外，呢度都有間咖啡室叫做星卡，幫襯買杯咖啡，價錢大約20至28蚊人民幣一杯啦，就可以坐低靜靜咁樣欣賞窗外景色，都幾好幾悠閒噶。從外圍上一層就係玫瑰禮堂，裏邊有人佈置緊就唔能夠入去，所以就只可以喺外邊影張相啦。行完呢個景點就代表今次2日1夜嘅行程接近尾聲，途中會經過中石化霞涌服務區，之後就會送返關口啦。係時候講講今次團費幾多錢？團費平日同埋週末呢都係同一個價錢，成人每位港幣129蚊，另加每人每日港幣80蚊嘅導遊費，2日即係160蚊啦，總共就係289蚊港幣。今集就嚟到呢度啦，多謝各位收睇，請幫忙讚好同埋分享呢段影片俾朋友，歡迎未訂閱嘅朋友訂閱我嘅頻道，下集再見。